现在野姜花是刚卸掉嘛，刚卸掉就采下来是很刚好。开过花的野姜花纤维比较足够，张秀云说正是做纸的好材料。放在石磨下，以前靠牛拉，现在人自己花力气体验，用原始的方式手工造纸。就是跟着老人家讲什么我们就听什么，然后就乖乖的照他的方法做，做了以后，然后再去把它延伸出来。植物纤维搅拌后制成纸浆就能超纸，因为气候手工，不同植物纤维色泽质感不会一样，就像每个人都独一无二。突然，张秀云去摘了花，折些枝叶，开始玩花样。因为你就可以自己构图啊，所以你每一张纸做出来都是不一样的。张秀云在做文史研究时和手工纸技艺相遇，决定留住，保留了客家制纸的技术，也持续动脑筋。这是报纸，报纸就是这个色。那这个是 A4 的内容，我们办公室用的纸，我们就是这个。对，这是我们办公室不要的纸，它弄起来就是这样。咖啡渣也行，还有废弃的广告宣传单，回收利用做出不同颜色的纸浆，在斑驳甚至有壁沿的墙面上拼贴出美丽的故事。主要还是说这一条线很讨厌啊，那我们就想没有办法，就用纸浆把它用上去。越多花的地方，就是发霉越厉害的地方。把手工纸立体壁画在社区间推广，张秀云想，也许有机会制造出就业机会。野姜花、月桃叶、竹子或台风草，经过巧思运用，有了不同的化身，穿透古朴，再创新生。用台湾型的想法运用一点创意，修黑一个新作品，就是一个新作品。一直难忘做文史工作时，阿公重现手工纸技术的这一幕，张秀云决定传承。沉默了50年的客家手工纸，因此有机会留下来，也留住了在地文化。用台湾型的想法，修黑一个新作品。用台湾型的想法，修黑一个新作品。